日平日新牧師嘅廣播。當希伯來文講上帝主導一啲事情，其實係指上帝允許。經文說耶和華使法老的心剛硬，其他地方係講緊法老嘅心變硬咗，法老嘅心越發硬了。上面講上帝使佢嘅心變硬，呢個係咩意思？呢個意味着上帝說 OK， 我會利用你嘅鐵石心腸。結果就好似經上記載咁樣，呢度展示上帝係至高無上嘅上帝，佢允許呢啲事發生。因為有啲法律上嘅事情我哋唔太了解，邪靈看似有權利，但呢個並不代表今日喺天父嘅右邊冇一位中保。讚美上帝！喺舊約時代，記住約伯希望有人為佢辯護，一位中保，一個喺佢同上帝之間嘅使者。今日我哋有佢 ，Amen。我哋嘅中保喺天父嘅右邊，所以喺呢一度主允許邪靈留意方向，套着黑馬的車出來，往北方之地去；套着白馬的車出來，往西方去；套着有斑點的馬的車出來，往南方之地去。所以饑荒同匱乏嘅馬係向北走，白馬即係假基督同假教義向西走，有斑點嘅灰馬死亡同疾病向南走。呢度仲有一匹仲未提到，呢度有北西南，仲差乜嘢？係東。向東的馬是帶來戰爭的紅馬，我相信呢一匹馬就係烏克蘭嘅情況嘅幕後黑手。朋友，我哋將繼續為烏克蘭祈禱，繼續為上帝嘅旨意祈禱。你嘅祈禱會帶來改變。Amen。繼續祈禱。我哋嚟睇睇呢一張圖，呢一啲騎馬嘅人都嚟到攻擊上帝嘅百姓。當然，魔鬼嘅首要目標總係奪去上帝子民喺基督裏邊嘅產業。就好似基甸時代一樣，聖經說敵人來了，即係米甸人，佢哋搶咗佢哋嘅食物。喺舊約嘅士師記入邊，魔鬼同埋仇敵總會係非利士人，佢哋會去搶走上帝子民嘅食物。上帝子民嘅食物先至係魔鬼嘅目標，唔好剝奪自己嘅食物，唔好做敵人嘅工作。Amen。繼續以上帝嘅話語為糧食，堅持落去。食嗰一啲能夠讓你強壯嘅食物，為你嘅生活帶來奇蹟。就好似聖經說，那麼上帝賜聖靈給你們，又在你們中間行神蹟，是因為你們行律法，還是因為你們信所聽見的福音呢？唔好讓自己停止聽見福音。Amen。繼續收睇，讚美主，繼續聆聽，以基督話語為基礎同中心嘅信息，讚美上帝，接受上帝喺你生命中嘅神蹟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，阿們。睇睇呢一度嘅方向 ，right？ 假基督來自西邊嗰一匹白馬向西走，然後你哋睇到病馬嘛？佢向着南邊，然後係向着東邊嘅紅馬，跟住係黑馬向着北邊。呢一啲方向可以教導我哋點樣對抗每一個敵人。哦，上帝嘅智慧，以色列人紮營嘅地方，佢哋係會高舉着自己嘅標誌同埋旗幟。喺戰爭中，佢哋會升起佢哋嘅旗幟，然後佢哋先會進攻。OK， 留意，當敵人進攻嘅時候，無論係佢哋其中一個，或者係好多個，我哋需要做嘅係，你會做啲乜嘢？需要做嘅就係舉起旗幟，舉起耶穌，耶穌嘅四塊臉，佢嘅不同屬性。讚美主，哈利路亞！正如佢對七教會嘅其中一個講，拿着大衛的鑰匙，開了就沒有人能關，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。唔好氣餒，我知道你仲有少少氣力，但聽着，我開咗就冇人能夠關，我嚟幫你關，就冇人能夠打開。另一間教會佢話，那眼睛像火焰的 Amen， 讚美主。另一間，那右手拿着七星的，星係傳道者同埋牧師，佢哋被賦予本地教會嘅責任，佢哋好多人感到沮喪
喪同被拒絕，用佢公義嘅右手高舉佢哋，讚美主，佢鼓勵佢哋。所以唔同嘅教會會睇到耶穌嘅不同部分，就係嗰間本地教會所需要嘅啟示。所以佢以嗰種方式出現喺本地教會。OK， 再一次，耶穌嘅四面，我哋需要理解佢哋係點樣對抗嘅。我哋高舉耶穌。留意，我哋唔係向着外面，會幕係喺佢哋居住嘅中心 ，right？ 佢哋都係向內而唔係向外嘅。佢哋面向會幕嘅時候，敵人係來自不同嘅方向，即係從佢哋嘅後面來到。但係注意佢哋要做嘅係乜嘢？舉起耶穌，願上帝興起，哈利路亞！奉耶穌嘅名，願他的仇敵四散。而家，當你高舉耶穌，讚美主，哈利路亞，你哋嘅心亦都會讚美耶穌基督 ，right？ 讚美主。我想喺呢度停低，進入讚美嘅時刻 ，Amen。高舉耶穌，歌頌佢，佢會解決我哋所有嘅敵人。願上帝興起，願他的仇敵四散。讚美主，哈利路亞。願呢件事喺你嘅生活成就。阿們。高舉耶穌，唔好擔心呢一個敵人嗰個敵人。高舉耶穌，佢哋就會四散。讚美主，當你仰望耶穌嘅時候，無論你睇到耶穌嘅邊一面，喺讚美中高舉佢 ，Amen， 呼喚佢，與他人分享，談論耶穌，就好似雅歌嗰位女士。留意，當愛人同新娘說話嘅時候，佢係非常直接，佢直接講出佢嘅美。但係當新娘提起心愛嘅人，佢嘅愛人，嗰個就係我哋嘅主耶穌。留意，當佢講起佢嘅美麗同埋特點，佢就會出現嘅。讚美主，上帝將我哋設計成咁樣，我哋越來越多談論同分享耶穌，佢就會來到，我哋能夠感覺到佢嘅存在。Amen， 我哋感到被愛。Amen， 我知道佢一直愛我哋，但係當你談論佢嘅時候，有時能夠感受到佢嘅愛係咁美妙。你越提起佢，就越能夠感覺到佢與你同在。讚美主，所以我哋嘅成長係喺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長進。唔單止呢一方面，我哋喺呢方面停留咗好多年，但要喺佢嘅同在中成長。Amen。耶穌有好多正式嘅榮耀同頭銜，係我哋可以從經文之中能夠學習得到嘅。Amen。仲有不同嘅屬性，我哋可以研究耶穌嘅正式榮耀，佢道德嘅卓越同埋道德嘅榮耀，你可以喺福音書之中睇到嘅，甚至每一個動作、每一句說話、每一個想法 ，Amen。佢所有嘅榮耀都係讓你享受嘅，讚美主，阿們。呢個就係成長。當你喺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長進，上帝最近從呢一篇文章同我分享嘅呢一個啟示，唔單止係好似讚美敬拜咁樣，表面上高舉耶穌，亦都喺我哋彼此嘅見證中。但係如果你睇會幕內嘅方向，你會睇到 ，Alright， 呢四個方向同呢四個騎士、死亡、錯誤嘅教義、饑荒、戰爭，佢哋都正在攻擊會幕。唔好忘記，魔鬼要攻擊基督嘅榮耀。係咪好奇妙？我哋認為魔鬼專注於我哋，俾麻煩我哋，因為佢只關注我哋。你知道嗎，朋友？佢嘅目標不止於此，仲有基督嘅榮耀。OK， 唔係，你需要堅守同意識到基督嘅榮耀。Amen， 向天父談論基督嘅榮耀，父愛聽佢兒子嘅事。試諗下。當上帝講到創造世界，我哋生活嘅呢個地球同佢嘅一切，上帝只需要一章創世記第一章，只需要一章就足以講述我哋生活嘅呢個世界，同埋所有嘅受造物。但係當上帝談論到會幕嘅時候，佢喺出埃及記入邊花咗15章。嚟到談論佢嘅兒子，呢啲都係關於佢嘅兒子。阿們。從出埃及記25章到27章有98節，整整98節。然後上帝喺出埃及記第37到39章又重複說另外98節，又係整整98節。點解上帝要重複提到會幕呢？
重複同樣嘅事情唔係好多餘咩？你要知道，天父從不厭倦提起佢嘅兒子，佢愛佢嘅兒子。天父從不厭倦談論佢嘅兒子，佢想提起佢嘅兒子。事實上，摩西喺山上嘅嗰40日，佢係聽上帝嘅話語。你可能會認為佢只係去嗰度接受第2套10誡石板，因為佢喺西乃山山腳之下摔破咗第1套。但佢喺上面待咗40日，佢喺上面嗰40日做咗啲乜嘢呢？上帝對佢講會幕，只係喺最後一日，上帝說呢度有2塊石板。朋友，呢啲都係關於耶穌嘅。我哋今日似乎最注重創造，可以從創造中學到啲乜嘢？即使係健康，我哋都相信創造。上帝最注重佢嘅兒子，呢一切都喺佢兒子身上揾到。Amen。上帝會花時間一次又一次重複述說佢嘅兒子。願我哋都能夠咁做。天父喜歡聽我哋談論佢嘅兒子。Amen。就好似約瑟，我哋嘅約瑟喺天堂嘅圖畫。我哋嘅主耶穌同佢嘅兄弟和解之後，仲記得嗎？耶穌同以色列和解之後，佢講乜嘢？一切尊榮和你們所看見的一切，都告訴我的父親。去告訴我嘅父親乜嘢？一切尊榮和你們所看見的一切。朋友，呢個就係去到天父面前嘅敬拜，對佢講耶穌身上嘅一切榮耀。所以你睇得越多，崇拜就越能夠擴大。讚美主，因為呢個就係用心靈同誠實敬拜父。Amen。你知道天父喜歡聽到關於佢嘅兒子，讓我哋多多提及耶穌，讓我哋越來越多地向我哋嘅孩子同配偶談論耶穌，讓我哋唔好害羞於提及耶穌嘅名字。Amen。世人空虛地使用佢嘅名，讓我哋喺榮耀中使用佢嘅名。Amen。讓我哋喺尊榮中用佢嘅名字。讚美主，高舉耶穌嘅旗幟。Amen。每當你舉起旗幟，仇敵就會散開。哈利路亞。我嘅講道令自己好開心。OK， 讓我以此作結。呢度亦都有意義。而家你從上面睇到冇遮蓋嘅會幕，所以左邊係冇遮蓋嘅會幕，右邊有一個睇起嚟似十字架嘅嘢，係通往銅祭壇嘅斜坡，係錯誤教義來自嘅方向。換句話講，上帝點解要叫摩西將銅壇建喺嗰度呢？朋友，銅祭壇係乜嘢？四角代表着耶穌基督嘅四角，嗰個係放燔祭同贖罪祭嘅地方。呢個係耶穌基督十字架嘅圖畫。Amen。我哋點樣喺生活中對抗錯誤嘅教義呢？保羅說用十字架嘅信息，因為我曾立定主意，在你們中間什麼都不想知道，只知道耶穌基督和他釘十字架的事。之後係皮革，睇到嘛？皮革係清洗，祭司們去嗰度洗手。Amen。以弗所書說要用水藉着道把教會洗淨。基督嘅新娘可以作榮耀的教會，歸給自己，什麼污點皺紋等也沒有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上帝。所以呢一度有清洗嘅水，嗰度嘅經文係基於十字架嘅。十字架嘅話語可以對抗錯誤嘅教義。你知道錯誤嘅教義總係聽起嚟好聰明、好有智慧。我哋試圖從呢度心理嘅水塘入邊，人類天生嘅智慧中去到吸取智慧，但呢個並唔滿足。你知道點解嗎？你唔係為自然而生嘅。你係為天堂嘅智慧而生嘅，讚美上帝。所以錯誤嘅教義係任何將耶穌同佢完成嘅大功都放埋一邊，然後對你講冇十字架亦都能夠擁有，呢個就係錯誤嘅教導。Amen。假基督就係假冒基督嘅人，話佢有答案，嗰個係假基督。敵基督亦都可以指冒充同替代。Amen。唔單止係對敵，亦都有代替嘅意思，代替咗基督，唔好讓任何人代替基督。跟住落嚟就係饑荒。請注意，會幕向南，喺會幕南邊放嘅係乜嘢呢？就係七燈台。饑荒亦都係匱乏，所以上帝說
七燈台係耶穌基督教會嘅圖畫，所以聖靈喺佢嘅七重顯現之中，係喺燭台上。會幕裏邊有大燭台，係一幅聖靈嘅圖畫。All right， 既係耶穌，亦都有聖靈，主要係教會裏邊嘅聖靈。因為聖經啟示錄說，我轉過身來，要看看那跟我說話的聲音是誰發的。一轉過來，就看見七個金燈台，就係當時嘅七個教會，七個本地教會。燭台係本地教會嘅圖畫。乜嘢可以對抗我哋生活中嘅不足呢？教會，本地教會。當你越參與，越支持本地教會 ，Amen， 你唔會有匱乏。呢個係上帝講嘅。對抗生活中嘅缺乏，呢種屬靈攻擊嘅方法就係參與本地教會，甚至喺財政上支持本地教會。唔單止陪伴，仲有支持，通過11奉獻支持。Amen， 你哋都知道呢個係上帝嘅原則。呢個世界會講好啊，佢哋正在利用人，佢哋都唔知道上帝嘅方式。本地教會嘅11奉獻係點樣嚟㗎？從上帝嘅話語。Amen， 參與本地教會就唔會有缺乏。而家我哋嚟睇睇來自北邊嘅屬靈攻擊係啲乜嘢？死亡，死亡嘅答案又係啲乜嘢呢？擺着陳設餅嘅台，上帝吩咐摩西說，喺會幕北邊擺放着陳設餅嘅台，呢個係有目的㗎。呢一張桌子上嘅陳設餅對抗死亡、瘟疫、疾病，同埋擺着陳設餅嘅台係今日嘅寫照同預表。今日嘅反預表就係聖餐。哈利路亞！當你吃聖餐嘅時候，尤其係喺主日，而家你每日都可以享用，意識到主宣告佢嘅死亡，尤其喺主日，亦都就係禮拜日，你需要吃聖餐。我俾你哋一個模式，睇睇使徒約翰。佢喺啟示錄第1章有一個主日，我在靈裏。順帶一提，嗰日係禮拜日，聽見在我後邊有一個大聲音，好像號筒的響聲。我轉過身來，要看看那跟我說話的聲音是誰發的。一轉過來，就看見7個金燈台，燈台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的。而家嚟睇睇，假設我而家面對着北邊 ，OK， 約翰面向北邊，佢聽到身後有聲音，轉過身想睇睇係乜嘢，佢睇見燈台，係7燈台，就係當時嘅7個本地教會 ，right？ 所以約翰要轉身去睇下同佢說話嘅聲音，而燈台中間就係耶穌。佢睇見耶穌喺中間，佢總係喺中間。朋友，佢總係喺教會，喺我哋嘅中間。當佢仲係12歲嘅男孩嘅時候，嗰時佢正在會堂裏邊聽老師講道。佢喺邊度呢？佢就喺佢哋嘅中間。Amen。佢話有2、3個人奉我的名聚會，我就在那裏，我就在他們中間。讚美主。當耶穌被釘喺十架上面嘅時候，佢被釘喺2個賊嘅中間。當佢從死裏復活嘅時候，聖經說耶穌喺佢哋中間出現喺樓上。當約翰喺啟示錄中睇到耶穌嘅時候，佢轉過身，佢睇見耶穌喺中間。哈利路亞！咁樣約翰轉身前面向邊個方向呢？向北。喺主日嗰一日，佢喺聖靈裏邊，你覺得佢做緊乜嘢呢？我認為佢正在吃聖餐。使徒行傳說禮拜日我們聚會擘餅的時候，留意動機，喺一個禮拜嘅第一日，即係禮拜日聚在一起，最重要嘅原因係要擘餅。喺嗰個年代，呢個係佢哋最注重嘅。約翰喺拔摩島，我肯定佢揾到一啲麵包，佢正在畫圖面向北方，然後佢轉身。換句話講，佢喺主日喺靈裏邊，喺真會幕裏邊 ，Amen。佢正在吃聖餐，然後佢聽到身後有個聲音：如果你面向北邊，擺着陳設餅嘅台喺呢一度，後面就係燈台。哈利路亞！再一次擺着陳設餅嘅台，可以對抗死亡 ，Amen。佢可以對抗疾病同瘟疫。
即使而家你正在受到新冠病毒嘅折磨，朋友唔好放棄，吃主嘅聖餐，仰望主，嗰個就係你超自然醫治嘅來源啊！讚美耶穌嘅名，留意上帝說擺着陳設餅嘅桌子對着邊度？係北方。阿們。以色列嘅一切仇敵必從北方來到。聖經說，對以色列嚟講，從舊約開始一直到未來，邪惡同麻煩都會從北方嚟到。注意，櫃台就係擺着陳設餅嘅台。平牧師，台有咩用途呢？台有咩用途啊？朋友，呢張台好強大，呢個係上帝命定嘅，係超越自然嘅，會讓仇敵感到困惑。Amen， 會讓瘟疫喺你面前消退，會使你體內已經有嘅疾病消失，然後能夠健康迅速地生長。讚美主，多謝你耶穌。Amen， 哈利路亞。然後係最後一個戰爭。乜嘢可以對抗戰爭呢？係香壇，香壇係祈禱嘅畫面。第一，主耶穌正在祈禱，佢正在祈禱，然後我哋同佢一齊祈禱。實際上喺某種意義上，我哋正在進入佢嘅禱告。最好嘅表達方式之一就係用方言祈禱，因為當你用方言祈禱嘅時候，你其實係按照上帝嘅旨意祈禱。哈利路亞！當你祈禱，衝突就會消失，正如你所祈求嘅，仇敵就會離開。仇敵企圖製造衝突同埋不和。當你祈禱嘅話，佢就會好混亂，佢無法忍受祈禱嘅氣氛。朋友，你祈禱越少，你嘗試做嘅越多，你越想儲錢，越想經營關係，你只會受苦，因為係人嘅力量。但你越禱告，相信上帝，仇敵說乜都冇發生。你哋禱告嘅時候要記住，義人祈禱所發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Amen， 就好似但以理，答案喺路上啊。Amen， 即使你要等30日等待佢，如果要等50日等待佢，喺你祈禱嘅第一日，答案就嚟到啦。但係屬靈戰爭仍然繼續，仇敵害怕禱告。當上帝嘅子民禱告，佢唔在乎你係咪吹噓自己嘅實力，但當你跪在地上祈禱嘅時候，佢害怕你。阿們，讚美主，你感到被祝福嗎？阿們，朋友，我相信喺呢段時間我講咗好多。事實上呢一篇講道可以拆解成一系列。Amen， 但我相信你已經領受咗上帝想你領受嘅。事實上喺我分享嘅時候，你領受到與你情況相關嘅現今嘅話語，領受佢，朋友，並從中獲得成功。讚美主，或者因為主而痊癒，或者因為主嘅名而突破。Amen。如果你仲未認耶穌為你嘅救主同主，我想同你一齊祈禱。朋友，我而家想為你祈禱，主將會全然進入你嘅生命。基督為我哋嘅罪而死。若果你口裏承認耶穌基督就係你嘅主，心裏相信上帝叫佢從死裏復活，你就必得救。Amen。如果呢個係你，而家同我一齊祈禱講，天父，我相信耶穌基督係上帝嘅兒子，我相信佢死而復活。從今日起，我相信耶穌係我嘅主，係我嘅救主。多謝你，天父，我所有嘅罪都被赦免啊！我感謝你，父上帝。我而家喺基督耶穌裏邊，帶着上帝嘅義站在你面前。你係我嘅父，我係你嘅兒子，蒙咗極大嘅祝福。多謝你，天父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朋友，如果你發自內心地禱告，你而家係上帝嘅孩子，阿們。舊事已經過去，都變成新的了。請起立，讚美耶穌嘅名。呢一個禮拜，願主保佑你同你嘅家人，主使佢嘅念喺呢個禮拜保護你。願耶和華使仇敵喺你面前逃跑，佢從一條路嚟到攻擊你，又喺你面前從7條路逃跑。願主向你仰念，賜俾你同愛人 Shalom 平安，同埋超自然嘅恩惠。你哋存留喺主嘅裏面，朋友，繼續仰望耶穌。Amen。生命中嘅每一日，都唔好讓任何事情去影響你。